来看台东的绿岛，伫去年的12月份，海面上有油污哦，透东北季风了后，嫌台东县、宜兰县、阁有基隆市、新北市、阁有屏东县等5县市，嘛拢出现污染。地方怀疑讲是过境的船只偷排废油，也毋过还未找到凶手。海保署是强调讲，会来加强监控过境台湾海峡的船只，未来修法了后，上济会当罚3000万。去年12月，东县绿岛乡油湾湖海峡发现大石区甲海峡出现大批油污，环保局甲乡公所参海保署动员800多人用燃料伫大石区清除，到顶个月2日总算清除完，数量真可观。加起来总共有3965公斤。后续我们会再积极配合中央来办理后续的事情。不过，东北季风将漂流到绿岛的油污，佮随着洋流带到本岛北部、宜兰、基隆甲新北市海峡，造成污染扩大。为去年派出上清真处清除，新北市总算伫1月初3完成清除工作，拢总清出1600多公斤吸附油污的废弃物。即马受污染的县市，拢希望中央协助找出污染源。很多其实都是外籍渔船那他们入籍到我们的这个航线，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污染的排放上有可能的污染源来自海上船只，也毋过透过台湾4颗卫鱼船标追踪系统，逐工经过台湾海峡的船只，日要追查油污是倒一只船排放的真困难，可能需要运用更较悬的科技追踪才会当追查。海保署强调会继续清查，一旦查出污染源，会以违反海洋污染防治法处相关3000万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